如果为救自己的超人父亲出手打死了十恶不赦的非人类，是否算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呢？其实事态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，救下父亲的同时，也违反了父亲定下绝不杀戮的律条。更麻烦的是，被杀之人还是个冒牌货，真正的本体还在监狱服刑。面对人证物证，黑猩却死不承认，还挑衅地说山寨克隆体是中国制造。可不管他是哪里制造的，布兰登终究是开了杀戒，坏了规矩。黑猩一个劲儿地质问谢尔顿，该如何处置自己的儿子，是不是应该把布兰登也关进来？扬言他也会买热搜，会好好的替正义联盟宣传。Christ, that guy's got a mouth on him. 很快，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，正义联盟不得不公开出面解决，结果却恰恰相反。由于这次3死全伤的战绩，人们对他们的信心开始流失。78%的民众都赞同布兰登当时的做法，觉得将反派关进监狱就是在浪费司法资源。毕竟谁也不想每天生活在恐慌之中。而在正义联盟的内部也有推翻律条的呼声，其中就有第一代正义者费茨，多年前因维护正义腰部以下瘫痪，现在只能靠轮椅行动。You did the right thing. 甚至连代表正义的警察都站在布兰登这一边，他认为就该将全部有罪之人排成行，用加特林反复突突他们几遍才能还清罪孽。即便是这样，谢尔顿依旧坚守着自己的原则，认为一切都该遵守国家的法律。于是，在风波没有平息前，将儿子禁足。此刻，布兰登开始怀疑律条过于理想化，到底值不值得他去遵守？杀生为渡人，斩业非斩人，总不能因为原则和信仰，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死在自己眼前吧？道德伦理上存在的争议，往往要在现实中验证。很快就又出现正义者因律条而死，即使只剩下一口气，光束还在念叨着自己没有违反原则。Guilt. I didn't break the code. Didn't break the code. 此刻，格瑞斯眼中露出一丝杀气。其实，恶人恰好是抓住律条中存在的 bug， 才会肆无忌惮地触犯法律。律条约束了自己人，却大大纵容了对方。想到这些，格瑞斯决定反击，每一拳都狠狠地打在对方的腰子上，哪怕满脸鲜红，也没有停下的意思。最后，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。虽然没有开杀戒，但此刻她的内心也开始动摇。可丈夫谢尔顿丝毫没有察觉，满脑子都是如何解剖尸体，揪出幕后之人。由于铠甲镶嵌在克隆体的肉上，硬壳会损坏尸体，而这却难不倒康拉德。他可以分解还原一切物体，也包括尸体，并且他每次都喜欢华丽的出场。他先是利用超能力掀开护甲，看清内部结构后，在不伤及皮肤的情况下，一片片取下护甲。令大家没想到的是，冒牌货的驱动装置竟是一个鬼弓球，将其打开，里面是一块怀表，而在场的没人不认识这块怀表，它是谢尔顿死去父亲的贴身之物。诡异的是，2块怀表丝毫不差，就连上面的裂痕也都一样。世界上能做到完美复刻的只有一人，那就是正义联盟的背叛者乔治。正义联盟将寻找叛徒的切入点放到乔治的儿子身上。